大部分嘅小朋友都會喺半夜嘅時候要飲奶，相信好多爹哋媽咪都會好有共鳴。而我成日都會喺迷迷糊糊嘅情況下沖奶，但我發現好多小朋友其實係1秒都等唔到。呢一刻嘅我就要即刻去揾啱度數嘅水溫嚟沖奶。不過唔使驚，好彩我有小白熊500智能恆溫杯呢一個秘密武器。成個用法都好簡單，呢一個就係充電位置，配合36W電源充電器，長按開機，有5個預設溫度：35、40、45、50、55度。只係需要撳一下 TDS 呢個位置，就會有水質嘅檢測功能。之後撳多下就可以睇埋而家有幾多%電，亦都可以揀翻啱自己嘅溫度，1度1條。另外長按加符號，仲有巴氏殺菌模式進行內部滅菌，而且我仲會做定期消毒添，每次就加入100至150ml嘅水。長按加號進行65度嘅巴氏殺菌，隨時隨地都可以加熱倒暖水，真係沖奶救星。依家每次出門都會帶住佢，容量500毫升，夠晒小朋友每一日。就算唔夠都唔緊要，只需要加入水，2.5分鐘就有暖水飲啦。